啊，其实28事件，我想要讲，伊是一个足真正做代表性，是因为伊其实甲台湾人讲一样代志，其实毋领台湾人，只是讲28事件是台湾人较有知名度，别位较平。28事件其实伊甲台湾人讲一样代志，就是讲，一个文明较落伍的国家，去统治着一个文明较先进的国家，还是讲思想较进步的然后国家的地区，伊就有可能会产生着倒一种政治的一个比较。因为其实28事件，伊绝对毋是就是足单纯的讲一个讲啊，你若看历史看故事，就是讲啊，伊就是查缉私分嘛，啊，引发着暴动嘛，啊，这当然逐项来看起来拢足合理，但是伊的背后的原因，你袂当讲什么咧武力相关啊，啥物，但是咱台湾，咱迄阵啊，叫这个国民政府统治的时阵呢，咱本来是这个日本人统治过，咱的文明是足先进的哦，咱是有足侪。比如讲，咱已经知影要怎用水倒头啊。结果因国民政府一来，伊根本毋知影水倒头是啥物件。伊做伊去五金行买一个水倒头，为壁空一甲堵落，水就自动流出来。因的落伍是这个程度，所以因来台湾，伫迄个情形，因来台湾，因根本毋知影因要怎治理这个土地，还是讲要怎为这个土地取得资源，啊，嘛当互这个土地永续发展落去。所以因一来因看到就是物资，就是物件，所以因根本无想要抢什么经济、什么的软实力的物件，伊就是要抢有钱就抢钱，有粮食就抢粮食，无伊就有官位就抢官位，就是这样简单。所以伫这两个无共款的民族的冲突中间，这是为台湾人的角度看，就是国民政府所产生的这个最大的问题。